来，金门的查某囝，这个老师咧，伊捌来入选到国际甲部的艺术展。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特别邀请伊来展览。啊，陈老师即届展出的作品，嘛来融入到金门的特色，来展现家乡的水意。捌入选国际甲部艺术展的陈秀月老师，受到财政部南区国税局邀请，展览这几年经典的作品。这摆展览，大家看有金门建筑物、金门酒厂、古迹、大炮等等主题。在创作中，我会静下来，然后去画一些图。陈秀月老师毋是这个科系，因为真爱甲部，所以每一工家己研究设计图，嘛失败几落摆。用碎片，然后用他的巧手、他的巧思，然后创造出这么多很实用，而且呢又非常有艺术价值的一个作品。另外，陈秀月老师讲，甲部的作品是用回收来衫裤，加出家己介意的图，一个一个甲伊接起来，用欢喜心推广回收，再过来利用艺术创作，希望大家会当同齐做伙保护地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